来继续来看郭文泰接受到媒体的专访，针对着两岸的关系，郭文泰讲，李登辉捌甲讲过，讲有关两国论当中的特殊国甲国的关系，下摆就强调特殊就好，这个国甲国就较莫讲咧。郭文泰这款的讲法是引发着讨论，民进党的立委批评郭文泰唔通来歪曲掉李前总统的原意，安尼是真无甲尊重。郭文泰是再度来表示，讲这拢是李登辉甲讲的。有朋友为遥远的所在来，民众党的主席郭文泰一透早就加行程，参来自日本的自民党青年局海外研修团会面。作为竞选期间第一个访问日本的参选人，郭文泰是真拍拼冲外交学分，以两岸论述更加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他也在问我说：“台湾跟大陆什么关系？”我说：“特别关系。”他说多特别，非常特别。理论会上跟我讲，你说你只要讲特殊关系，那你接受吗？其实这一句话在务实上来讲是对。节目专访的时阵，捌讲过，是前总统李登辉传授两岸论述。根据了解，2014年12月，当时郭文泰拄就任台北市长，传出特别参李登辉请益。三大概第二遍会面是2018年8月。根据郭文泰的讲法，就是这个时阵，两个人讨论两国论的特殊国甲国的关系。当时李登辉就讲，以后敢若强调特殊就好啊，国甲国就较莫讲。最后一遍见面是2019年的2月，这边两个人的谈话大部分拢是咧讨论健康问题。不过根据透露，李登辉有鼓励郭文泰出来选总统。李登辉说强调特殊就好。郭文泰坚持是李前总统甲界，那特殊国甲国的关系是1999年李登辉提出，到了蔡英文时期提出4个坚持。即卖郭文泰家己表示，李登辉是伊的先生，强调这是特殊关系。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来维持现状。至于这个柯市长的主张呢，我想他需要自己的向社会各界来做说明。大家都尊敬李前总统，但是现在他要这个柯文哲主席要选举，不要拿李前总统出来自己做他的解读，这样对于李前总统，我认为并不尊敬。大家还是会非常看重，就是说两岸关系处理。这绝对是重中之重嘛，当然会期待一个也要能够有效处理两岸关系的这个政党或政治人物啊。是不是真正李登辉有甲政坛拢在讨论？不过这嘛是郭文泰在两岸一家亲了后，又出现新的论点。Hello， 我是易景，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